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九型人格心理諮詢工作室，我係你哋嘅導師阿康。講咗咁耐啦，等我都介紹下自己先。我叫做阿康，九型人格心理諮詢工作室嘅首席認證專業導師，依家亦都係註冊社工。初中嘅時候已經有接觸九型人格噶啦，直到2018年正式向我嘅師傅 Dr. Joseph Lam 去拜師學藝。然後經過好多嘅教學經驗同埋人格評估實習，正式就喺2023年得到國際九型人格協會認證嘅專業資格啦。咁我究竟係師承喺邊一度嘅呢？我哋一齊睇下族譜咯。第一代當然就係宗師級嘅人物啦，我嘅太師公 Claudio Naranjo， 佢嘅醫生背景協助佢整合咗九型人格嘅理論喺心理學同病理學嘅概念入面，令到成個學問更加有邏輯同系統。然後去到我師公 Helen Palmer， 一樣都係宗師級嘅導師啦，亦都係國際九型人格協會嘅創始董事嚟㗎。佢熱心於媒體同埋著作入面去推廣九型人格，佢亦都有研究嘅團隊對九型人格同心理學嘅關係咧做咗唔少嘅研究㗎。跟住就到我嘅師傅 Dr. Joseph Lam 啦，佢係九型人格專業學院林家九型嘅創辦人。佢係少有香港有臨床心理學資格嘅認證專業導師嚟㗎。佢嘅教學結合咗唔少心理學同神經學嘅概念，令到九型人格嘅理論同實用性提升到去另一個層次啊！我哋之後嘅內容都會 keep 住提到呢3位嘅導師嘅教學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潛意識呢？我哋先睇睇呢一幅圖，大家見到呢一座冰山。冰山嘅上面，我哋可以叫佢做表意識，講緊嘅就係一啲大家都睇得到嘅嘢，尤其係行為啦。咁行為背後究竟係啲咩嚟嘅呢？呢個就係潛意識嘅部分啦，係連當事人都未必知㗎。例如係一啲感受啊、觀點、期待、渴望等等，而呢一啲嘢所有都可以改變㗎，包括表意識同潛意識嘅層面都係。所以我哋會叫呢一啲做性格。你會見到我哋將九型人格放喺冰山嘅下面㗎，咁代表佢係我哋人格嘅部分，去引導我哋每一個人就住佢型號所追求嘅嘢，而選擇性咁樣去揀嘢嚟聽、揀嘢嚟睇、揀嘢嚟記㗎。打個比喻，你睇新聞見到一單火災，你會將個焦點放喺邊度呢？有冇諗過你個型號已經幫咗你去揀嘢嚟聽、睇、記呢？可能有一啲嘅朋友仔會將個焦點放咗喺啲傷者度，覺得佢好慘。但另一個型號嘅朋友呢，可能就會將個焦點放喺突如其來嘅災難入面，諗下要做啲乜嘢充足嘅準備，先可以喺火場入面生還呢咁樣。所以我哋好多時都咁講㗎，我哋教九型人格其實係將個波拋翻俾你哋，因為你唔知自己嘅型號控制住自己，咁發生喺你身上嘅嘢就係命運。但當你知道自己嘅型號點樣控制你嘅時候，點樣回應你所見到嘅嘢，就係你嘅選擇啦。我哋先睇睇九型人格有啲乜嘢不變嘅定律先。Dr. Lam 發現原來九型人格同先天生理結構咧係好有關係㗎，因為九型人格嘅9個型號係同脾性理論入面嘅9個先天兒童特質嘅評分指標係有互通嘅關係㗎噃。呢個部分我哋會喺第5期嘅時候再詳細解釋嘅。喺呢度我哋至少會知道九型人格係同先天生理有住重要嘅關係先。所以型號係先天嘅，一出世就決定咗㗎啦。所以一啲勁嘅導師係可以做到小朋友嘅人格評估㗎。另外就係唯一型號只有一個，冇膽拖複式膽，唔會好似出面嗰啲咁講乜嘢幾多 percent 係咩型號，幾多 percent 係另一個型號之類。最後就係不變啦。就算之後我哋第7期會講到心理狀態嘅變化都好啦，嗰個型號都係唔會變㗎，只係會有一啲行為上嘅改變嘅啫。然後下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智慧中心啦。智慧中心嘅概念可以再深入少少去演繹嘅，不過我哋就會留翻第3期嘅時候再同大家講得詳細啲。不過因為呢個基礎嘅概念好重要，所以我哋喺第1期已經會簡單講少少先噶啦。
智慧中心係會分為情感、思考、行動3種嘅。2、3、4我哋叫做情感智慧中心。智慧中心係講緊接收外界信息嘅方式，籠統啲咁講啦。2、3、4就會比較重視關係、感覺、聯繫，用呢一啲嘢嚟理解呢個世界，但唔代表佢多情緒嘅噃。今次我哋會先介紹一個新嘅名詞，追求。呢個唔係任何宗師或者我老師嘅教學方式嚟噶，純粹係我喺教學同輔導工作入面整合出嚟嘅一個系統，由第1期至到第7期都會 keep 住用到噶。不過大家記住，每個導師都有屬於佢嘅教學模式，唔好見其他導師唔係好似我咁樣教呢，就話人哋錯喎。我純粹係想用一套易記、有邏輯、有系統嘅方式嚟教大家嘅啫。咁首先，乜嘢係追求呢？追求即係嗰個型號嘅慾望、注意力投放嘅位置。不過留意喎，我哋嘅學習係受制於我哋嘅語言噶。例如7號追求快樂，咁人人都想快樂噶啦，但其實背後嘅意義係有一啲複雜性噶，唔係就咁快樂2個字就解釋到嘅。9個型號嘅追求背後嘅意思會喺第2期同第5期嘅時候再同大家慢慢解釋噶。另外，追求係不變嘅，即使之後會提到一啲心理狀態變化而令到型號嘅行為改變，我哋啱啱所提過嘅追求都係唔會變嘅。呢一種追求係隱藏住喺我哋嘅潛意識層面噶，大家係唔容易察覺到噶。嚟緊我就會用一啲具體啲嘅形象去比喻唔同型號嘅心態，等大家可以簡單啲咁去了解唔同型號嘅基礎概念。跟住3號啦，你睇到呢張圖嘅時候會聯想起啲乜嘢呢？會唔會有一種好型嘅明星嘅感覺啊？我哋會用演員嘅心態嚟形容3號嘅。演員係點樣噶？人生就好似舞台，將每個角色都演好，以良好嘅表現嚟換取大家嘅掌聲。3號就係用呢一種嘅心態去追求成功嘅感覺啦。3號自細就好敏感，乜嘢事會得到大家嘅讚賞，加上佢哋好高行動力嘅生理結構啦，佢哋一般嚟講都會非常之忙碌咁去扮演唔同嘅角色，務求展現自己成功嘅一面。不過我話一般嚟講啫，我嘅經驗話俾我知，的確有一啲不斷努力都仲係失敗嘅3號嘅。畢竟努力同成果唔一定係有直接關係噶嘛，方法用錯嘅話呢，反而會有反效果添。邏輯時間，諗一諗，一個以演員心態去理解呢個世界，天生就好敏感，點樣可以得到其他人嘅注意，其他人嘅讚賞？佢哋會有啲乜嘢嘅形象呢？俾人又會有啲乜嘢感覺呢？5秒鐘諗下。等我哋又睇睇香港嘅名人代表啦，同樣都會包含咗唔同嘅年代同背景嘅。我哋先了解一下比較突出嘅一啲特徵。3號嘅演員心態意味住一種包裝性，所以你會發現3號嘅外表都有一種統一性喺入面噶，統一嘅表情管理，擅長維持型仔、有活力、健康嘅外表。不過佢哋唔只係成功嘅外表展現噶噃，佢哋連內在嘅高行動性都會具備噶噃。第一位就係歌手謝霆鋒先生啦，有非常之好嘅表情管理，無論喺任何嘅場合都 show 自己最型仔一面俾你睇噶噃。演員劉德華先生都係，神態同表情管理亦都係非常之有型。歌手郭富城先生呢，就活力非凡啦，形象會多少少係陽光活力，當然都一樣係咁有型啦。咁女性又係點樣呢？游泳健將何詩蓓喺泳池度就展現咗佢嘅高行動性啦，神態上都總係掛住陽光嘅笑容嘅。跟住藝人李嘉欣小姐，佢嘅神態就會呈現一種穩定嘅氣質啦。同樣地，藝人劉嘉玲小姐亦都係保持呢一種穩定嘅氣場嘅。唔理你係男定女，3號嘅外表展現呢，亦都係非常穩定噶，可以係有型，可以係有活力，可以係陽光，總之俾人一種穩定嘅正面形象。所以如果你見到一位不斷追求事業成就嘅人，
但你發現佢表情管理好差喎，甚或形象管理都唔係咁好嘅話呢，咁佢係3號嘅機會就非常之低啦。畢竟生理結構影響啊嘛。咁我哋又睇下宗師 Helen Palmer 嘅3號例子又係點樣咯噃。呢次3號嘅例子呢，相信大家唔知全部都一定知一兩個嘅。第一位，前美國總統 Ronald Reagan， 同樣都係穩定嘅表情管理，正面嘅形象。跟住就係動畫商人 Walt Disney， 神態都係非常之正面噶。3號嘅總統又點止一位呢？前美國總統 John Kennedy， 神態都係有一種陽光喺入面噶。最後一位女性嘅代表 Farrah Fawcett， 神態都係正面同陽光噶。就算你哋唔識佢哋，我都相信大家能夠從佢哋嘅氣場入面感受到佢哋嘅嗰一種表情同形象管理嘅能力啦。咁你就會知道唔太可能見到一個3號係形象崩壞嘅人，呢個就係3號嘅基本概念啦。所以希望大家喺呢一期都可以有新嘅覺悟，發現到我哋都係唔一樣嘅。唔知你有冇試過人生覺得冇乜目標、冇乜意義呢？我諗大家都唔反對，如果想有一個有目標同意義嘅人生，咁就應該將上天賜俾你嘅力量盡情咁去發揮。你擅長嘅嘢就想辦法做多啲，唔擅長嘅嘢就做少啲。第一期嘅內容其實俾你知道，我哋每個人都係唔一樣嘅，都有屬於自己嘅一個方向。就好似每一個型號都有佢為世界作出貢獻嘅方式。喺呢度我想引用聖經耶利米書1章5節嘅內容，佢係咁講噶：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神創造我哋每一個都有佢嘅心意，唔會有人係冇用噶。神為你嘅人生定咗一個計劃，呢個計劃唔係你出世嗰陣時開始噶，而係早喺你出世之前就開始噶啦。就好似型號喺母腹嘅時候已經決定咗。最精彩嘅係神點樣去塑造你嘅型號，咁你就會知道佢想你點樣去貢獻呢個世界。換句話說，若果你想知道自己應該點樣過你嘅一生，你就應該仔細同深入咁去觀察自己，觀察神點樣去塑造你，即係揾翻你嘅型號，你嘅原廠設定，你未俾呢個世界嘅邪惡所污染嘅嗰一個你。第一期第3部分嘅891就去到呢一度啦。